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六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医生，这次我带爷爷来看病，你跟他说他的病因是胆固醇太高，请问这是什么病啊？我讲的是胆固醇太高。听讲以后伫厝内放一了无定咧坐以后，伊就会慢慢生出3颗。司机啊，坐你的车足无聊呢，也拢无用来共听，你会用咧去改坐粪扫车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六弟健康教室。有啥物外面无人，嘛爱叫你滴喙暗。咱拍一个骹枪天烂，喷出去的速度是1秒35米，这有偌紧你知无？差不多是做风台11级风啦。伊会随距离慢慢减少，2公尺后基本是无速度的。伫个空气中散开，差不多有8公尺左右，并且这个病毒伫24小时内拢会浮伫空气中。意思就是讲，你出去就爱挂喙掩啦，唔通以为外面无人，你就会用伊唔免挂。谁嘛唔知影讲24小时内有偌济人经过，这足重要哦。影片到这结束了，恁若介意这支影片，请分享一下，顺续订来看。六日 Camber 每晚暗时点准时发布影片。爽！人生现在才开始，还是开始啥物呢？就是观察盐放湿者，糖尿病、中风、老人目睭无，目睭有，目睭前乌影乌影，搁有啦，骹头有无啦？恁厝是拢送咧发热送咧做主啊？我是